间让大家找，或许自己承认，或许就是戴着面具的那一个。那或许觉得呢，为什么用这张照片来代表学会包容呢？因为就是必须去隐藏自己，也不是隐藏，就是必须去学会退让，不是永远都自己去出头。好，然后学会承担。或许在这一路上，就是因为在补习团有很多学习的机会，然后讲师他们很慈悲，会给我们很多可以去承担、去学习的机会，那会让我们的成长非常的迅速，然后也学会了感恩跟付出。好，那其实，在补习团的日子很就是刚才也有提到的酸甜苦辣百味俱全，就是不管是开心难过的，其实都有。那可是，在那当中，就是必须自己去走过，然后才会懂得那个各种滋味。所以有一句话说：“如人饮水，冷暖自知。”那这一张照片是我们在